因為今次為今次呢個活動就係特登畫咗呢兩幅嘅，係啊。多唔多畫㗎？多唔多作品啊？你知？我就係發現我以前一路都有學畫畫啦，即係油畫、書法都有，但係原來我一路都冇乜 keep 我啲作品，同埋咧尤其是畫油畫咧，因為油畫可以修補啊嘛，咁咧佢乾咗你可以補，乾咗可以補，跟住我基本上每一幅油畫都畫年幾兩年都未完成㗎。即係我係用好長時間去雕琢一幅畫嗰啲人嚟咯，因為我嗰陣時，譬如我又唔係參加展覽，又唔係成咁，又唔係比賽，咁我咪自己中意就畫下，中意就畫下，所以就永遠都完成唔到咯。咁但係今次其實參加展覽有度好就係我要逼自己喺一段短嘅時間一定要完成咯。成品唔係就係得呢4幅咁少啊？唔止，但係好多屋企都係啲半完成嘅作品。屋企而家仲有，我後尾就係因為呢個展覽，我要揾翻以前啲作品啊嘛，跟住發覺好多都係半完成咯。咁啊，同埋永遠睇翻都覺得唔得，要再畫靚啲，啲色都仲係唔夠靚咁樣咯。係啊。有冇機會可以真係開到畫自己嘅個人？可能要啲時間啊，以我個性格。但係如果有一日有個題材，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即係譬如因為可能因為個慈善機構又好，一齊合作又好，咁我覺得到時我就會逼自己快啲要完成嗰啲作品，然後快啲去搞咁樣咯。如果冇一個咁樣嘅機緣呢，以我嘅性格係一路好慢嘅。我要有壓力先得啊！你話？我係嘅。尤其是畫畫呢啲，我成日覺得係應該要係興趣咯。即係應該係要放鬆心情啊，開心嘅時候畫。如果要成日都好趕啊，咁樣就覺得好似好有壓力，就好似唔係嗰樣嘢。心願嚟㗎，開畫展其實都會係，因為之前冇諗過自己有一日會出書，咁後尾之前出咗本書啦。咁完咗之後發覺，原來好多人到今日都係嘅，好多人都會同我講話，我從來唔睇書㗎，但係你本書我係睇過3次啊，而睇完之後會令到佢一個正面即係好嘅感覺，咁我覺得原來無論即係所有無論寫書又好畫畫都係一個交流咯，即係演戲以外。跟住我就發覺，如果有機會可以喺呢方面做多啲同人可以交流到嘅嘢，我覺得都幾好。咁我覺得畫展都係其中一個，即係譬如頭先其實呢幅畫我畫得好細幅啦，但我畫咗好多 detail。即係如果即係你要睇嘅話，其實睇到每個 detail 都有原因。咁我覺得都係用緊作品同人交流咯，係啊。呢個搞幾耐啊？呢兩個？呢個咧有 deadline，咁我基本上1個月左右啦。1個月我就要逼自己要完成啦。係嗰啲 deadline fighter 嚟嘅，前1晚先畫完嗰啲要交。呢幅都算係啊，但係因為油畫要等佢乾啊，我真係唔可以畫到前1晚。如果油畫係快乾嘅話，我係會畫到前1晚嗰啲嚟嘅，同以前讀書一樣咯。即係臨考試之前嗰朝都塞晒啲油落，我絕對係嗰種嚟嘅，係啊。成日都好想做到，成日覺得做到最後1秒就係做到最好啊嘛，個感覺係。而家自己係咪藝術家？我唔敢，唔係，真係唔敢認。我始終都我係一個演員咯，但係我係中意用藝術嚟同大家交流同溝通，